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中东地区即马局势是真紧张，各国也烦恼讲这伊朗会去拍以色列，伫咧中东引起全面性的战争。美国和欧洲各国即马也拢呼吁伊朗千万唔通用军事来威胁以色列。美国也赶紧派出飞弹战舰，也个航空母舰去到中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下令林肯号航空母舰舰斗群加速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国防部佫罕见的公布，早157粒舰副巡弋飞弹的核动力潜水舰乔治亚号嘛部署伫中东，想要吓惊伊朗甲真主党的势面真明显。美国国防部声明宣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卫盟友以色列。中东紧张的局势快速升悬，是因为顶个月真主党指挥官苏库尔甲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分别伫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甲伊朗首都德黑兰，互人暗杀死亡。伊朗甲真主党拢讲是以色列放条讲的报复，情报显示上近一礼拜就会行动。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s soon as this week by Iran and its proxies. That is a U.S. assessment as well as an Israeli assessment. Our assessment matches the Israeli assessment. 国界是烦恼还未平静的加沙冲突，可能会演变成规模更加大的中东战争。拜登总统甲欧洲系盟邦领袖会谈，12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伊朗。英国首相斯凯尔甲德国的总理肖兹嘛罕见的甲伊朗总统通话沟通。President Biden spoke today with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ongoing efforts to de-escalate tensions and reach a ceasefire and hostage deal in Gaza. 美欧五国嘛呼吁赶紧搁开加沙停火谈判达成协议，袂使搁浪费时间。以色列嘛已经接受美国、卡达甲埃及的邀请，要参加15个加沙和平会谈。不过哈马斯表示已经同意拜登5月底提出的停火计划，希望爱赶紧执行，唔是进行更较济轮的谈判，还是新的提案。公司新闻施慧中编译。